上大新发生的是桃园一个56岁作家，伫做完着疫苗的隔工来死亡。昨下晡，是新北市一个39岁男子做完着高端疫苗的隔工昏倒，都也未送到病院咧，就亡生了。病院已经把这疑似疫苗不良的事件通报给主管机关，不过医生来强调讲，注疫苗未来引发着心血管的疾病，上接发生的副作用就是规身躯无力、肌肉痛、头痛、落瀉，这个注射的部位会来反症，会并发想要吐，阁会发烧等等。通常伫一礼拜后，这个副作用就会慢慢来退掉。高端疫苗开好，民众自已经到第3天啊，不过进行2天，却发生有民众注了后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，也是死亡的消息。包括一个39岁住新北芦洲一个查某人，23注高端疫苗，过2天中昼被发现伫已经昏倒去，怎啊病院进前都无开验。还有一个56岁马来西亚一个专栏作家陆志俊，同款是注射头一天去抢头香，想要到过2天就雄雄过身。前民代表王浩宇伫面册写讲。陆志俊讲，伊有出现胸坎会痛、并腹想要吐、流凊汗等等，这甲心镜头的镜头相像，感觉是注高端引起的不良反应。全部都是时间上的巧合，因为我们就是对于疫苗接种后死亡的案例有跟背景值去分析嘛，就是在没有接种疫苗的时候，同样的族群、同样的时间里面，它发生死亡的人数跟疫苗接种后死亡的人数是一样的，就表示说这些人的死亡就是他潜在的一个疾病本身所造成的死亡。医生强调讲，这案例拢是时间的巧合，疫苗未引起心脏血管的疾病，甚至有数字显示讲，高端疫苗可以减少心脏血管疾病发生率。因过高端才开始做，较无1礼拜尔，不良反应就遮济。除了2例敢若是死亡个案，还佫有一个30岁住伫台南的查甫人，8月20日早起10点注了后，就开始呢胸坎会闷。另外一对住伫家人35岁翁仔某注了后呢，先是出现规身躯拢无力，太太则是有一直畏寒的情形，双双拢被送到病院去治疗。医生表示讲，注完高端疫苗。一般副作用有酸痛、规身躯无力、筋膜会痛、注射部会肿、发烧等等，差不多7天后就会好。强调讲疫苗安全无问题，乡亲唔免烦恼。